好，咱开始哈。1651年5月19、20。我讲来只暗。开只电好。OK， 5月19、20。晴朗的天气，透西风。今仔早起，阮迄只大的领港船对北边的淡水转来遮入港，带来下设商务员 Simon Kierkegaard 的批信。批呢甲阮讲，送去互迄边驻军的粮食甲其他的私用品，拢按照阮当作寄去的清单，确实有收到。又搁写讲，伫咧鸡人迄间老的长官的厝的修理工程到现在进行顺利，但是烦恼讲可能真紧就会欠缺石灰石灰啦也写讲淡水迄个碉堡的厝顶，因为顶头已经完全朽烂、朽烂啦伊是写腐烂因此今年可能无法度移饲有去互强风吹落来的迄个极大的危险。因此，为着要坚固来翻修该碉堡的厝顶，这安尼翻怪怪应该为着要翻修迄个碉堡的厝顶，互伊更较坚固啦，互伊较勇，请适时对遮派几啊荷兰的木匠去遐，木匠的木匠也写讲，该迄个 Kierkegaard 家己去，就是迄个下设商务员家己去访问了迄边大部分的村社，看到迄寡村社的状况拢算袂歹，毋过加马兰的人尤其游园顽强就是游园毋轻毋服任啦伫某一种情况之下，和游园咧和公司来作对。有3只帆船对澎湖来遮入港，坐43个西南人，载来19只牛、6只山羊、41罐水的咸鱼、8只猪，也有1只帆船对佛罗摩萨的南方来遮入港，坐10个西南人，载有100担茶、1800袋座糖桶的茶帮、40捆的藤，也有2只帆船对遮出航前往佛罗摩萨的南边，合计坐13个人，载去60担盐，4袋家己要食用的米。5月21、23，透西南风，天气极淡，有下日的10只帆船对遮出航前往几个所在，合计坐164个西南人，各载有下日的好物。1只航往西南沿海，载有5担咸鱼、2担糖水、1担沙鱼油，甲3袋家己要食用的米。2只航往淡水和鸡人，载有90担盐、10担乌糖、3担日本的薰草、400包西南的薰草、60袋小麦、12罐阿拉酒。5只航往澎湖，载去39担糖水、5罐阿拉酒、11担盐、1担糜，甲19袋家己要食用的米。有2只航往佛罗摩萨的南方，即敢若载地层物，要去遐要载茶、载鱼，甲其他的物件来遮。5月24、25，透西风，天气阴暗。下晡收到牧师 Daniel Glavis 对小人寄来一张批，甲阮讲有一个目加流院舍的学校的教师，约伫咧入夜了后2点钟，伫伊的房间咧散步的时阵，被一支对伊的窗射入来的箭，射着伊脑后下面约2个大拇
天啊，大武功哟！哎呦，大拇指我才袂晓讲，啥者？大武指还是大武功？手大步舞，枕头舞，枕头功，大头舞吼，即拢会使啦吼，第四种讲法吼。枕头武功，枕头功，枕头舞，枕头功，枕头舞啦。不管你是讲的舞的拢会使吼。大头舞好，好，咱继续转来第二只讲吼，钱写了写到伊的即个然后下面要了两个枕头舞跨度的即个，这是写啥？胸孔，然后下面两个枕头舞的胸孔，敢有这是你写啥？好，不管吼，反正就是着伤，毋知是啥物人写的吼。有4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来遮靠岸，合计坐54个人。再来51捆的粗纸，39支的条仔，50捆的稻罐，1篮地米，83担盐，甲27袋空干布。5月26、27、28、29，4天吼。风大部分是对西南风吹来。空气足淡，有一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遮靠岸，坐30个西南人，载有42担盐、159个铁花、2捆粗纸、100片棒、3篮西南的话也有一只北上的胖船对遮出航前往南坎，坐9个西南人，载有60担盐、10担乌糖、250包薰草、60袋空干布、5袋铁花、10袋釉布、10袋龙巴 L 的即个纱啦吼，纱布，300支刀啊，2只刹车啊吼，叫手推车啦吼。讲迄当阵刹车啊、牛车拢称作 Karen 吼，因为迄当阵南坎应该还阁无牛吼，所以即个应该是讲，所以这应该是刹车，毋是牛车啦吼。翻译的人讲的。好，3罐阿拉酒，10袋家己要食用的米。好，5个最后一篇。5月30、31。透北风，天气晴朗。今仔日，阮对一只西南人的胖船收到下设商务员 Simon Kierdeco 对淡水寄来一张批，主要内容讲，迄边又开始严重流行通常的地方病，像痢疾是叫啥？我看一下，痢疾在点，我煞袂记啥，可咧来哦，日语来了吼，痢病吼，痢病，你再讲痢病，像痢病吼，即个落屎。即个发烧等等，治疗士兵当中已经有真侪人破病吼，现在必须伫医院治疗。对淡水带即个互人伤心的消息来，即只胖船坐有18个西南人，载有下列的物件：280担无提炼的硫磺，300领的鹿皮，100领的山羊皮，4袋树。含1担罗仔卡，
遥四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99个人，再来12捆的粗纸，23担盐、1篮茶、2篮西南的鞋仔，甲2000袋虾。好，6个，热天又搁要到吼。伫台湾已经热天啊啦吼。晴朗凉快天气，透北风。中昼收到学校教师 Johannes Olario 对模拟无论寄来一张批，甲阮讲，伊已经按照阮进前互伊的命令，搁再去侦查 Sodora 社、索比亚社甲 Smark 底亚社的形势。知影讲，即寡村社拢伫个强要无法度通行的山区呢，真恶会当去到内底，因此伊真烦恼讲会遭遇搁较大的不幸，所以伊毋敢派人对迄个附近的便地去因遐。不过伊已经设法命令迄寡村社附近的其他的山区的居民去因遐吼，并且已经经过因必须要随从迄寡无杀犯交出来互阮，但是因毋肯听从，因此呢，欧拉里奥就照阮互伊的命令，宣布第一个夺到迄寡歹徒的查甫人的头壳。对，第一个夺到迄寡歹人的头壳的人，将会终身误倒空干部，夺到其他的头壳。但是妇女甲囡仔除外吼，袂当妇女甲囡仔袂使算吼。夺到其他头壳的人，将会终身三倒空干部。伫即个基础之上，将继续来攻击因，一直到收到阮进一步的命令为止。6月初2，风悠远一直对北方吹来，天气乌阴，因为团导 Hans Ohoff 伫2工前，互阮真艰苦来过生咯。因此呢，今仔日写一张批，寄去模拟模论，互学校教师 Johannes Olario， 命令伊临时来接管该团导的工作，包括着宗教上甲政治上的工作，以免即寡已经好好咧开始的工作被放杀、被遗弃吼。当遗弃就遗弃了吼。同时呢，也伫个即张批呢回答伊昨昏的内批，是关系到伊已经开始索多劳社以及其他动物的村社发动战争的，互人愉快的来信。来批啦吼，有4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146个人，再来下日号码，2捆的粗纸，156担的铁，95担的盐，1担油脂，39个铁花，23包薰草，170箱日本的藤条，7担的钉仔，10锭黄金，1刀的茴香，甲225箱面膜啊。也有2只北上的帆船对佛罗摩萨北边来到遮，合计坐25个西南人，再来再来15担တင်甲60担鹿仔肉。3队就是驶出去吼。有1只帆船对遮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40个人，再去4担鹿仔肉，20担咸鱼，2担沙鱼油。53担糖水，1担鹿腿，甲5道家己要食用的米。6月初3，风甲天气如同昨昏。有1只属伫安海几啊西南行李人的帆船对马尼拉来遮入港。坐103个西南人，再来900领已经处理好的牛婆，1650领的鹿仔婆，103篮的棉花，110担马尼拉的树木
100担的白糖，180担的蜡，16桶精米的灰仔，甲2箱西班牙的梨儿。对坐该船前来的新仔人听到的消息，只有讲今年还无船只对西班牙来到遮。伫个马尼拉所有的物件拢非常的贵，特别是欧洲的货物甲食物。好，跳进2、3是5天，6月初8，风一直对北方吹来，天气良好。有下日的9只篷船对遮出航前往几个所在，合计做227个新仔人，就是有3只航往新仔沿海，载去97担鹿仔肉，162担咸鱼，4担虾仔，3担蚵仔，211担糖水，43担的鹿腿，甲24道家己要食用的米。有4只航往佛罗摩萨的南方，再有30道米甲7罐阿拉酒。有2只航往偏湖，再去70担的糖水，15担的盐，10罐的阿拉酒甲16道家己要食用的米。6月初9。透西北风，天气晴朗。牧师 Daniel Glavis 因为重大理由，根据本国嘅5号决议录所记载的动议甲决议，被阮合法来取消伊的薪水甲职位。是毋是迄个家己头印人头说断迄个啊 ？Daniel Glavis。好，因此也写一张批寄去小人，互学校教师 Daniel Hendricks。命令伊伫咧另外一个牧师来到遐以前，爱暂时照管看顾一切啦吼。以其特殊，并且呢命令伊爱用各种可能的办法，认真派人去侦查上述5月25号听到用钱射伤目加留湾的老师的迄个罪犯，会当大方来这个悬赏，大概是要怎讲？查看觅啊。无呢。好。这是日语来的词吼，读做现象吼，现象金，现象，就是会当大方来现象，有谁提供会当掠到该罪犯的消息的人，将会呈送于10岛SRAT 的空间部。好，跳3天。6月12，透南风，天气温暖。有9只篷船对遮航往西南沿海，合计坐350个人，载去134担鹿仔肉，253担咸鱼，11担虾仔，8担蚵仔，38担藤。510担糖水，1100尾的帝王鱼，2担鹿仔脚，2担lap，120担鹿腿，23担的胡椒，2担蟹，3道毛仔，甲61道家己要食用的米。也有一只篷船航往鸡人坐13个新仔人。再有10担糖水，50担盐，50包薰草，40岛空间布，20岛烧马甲5罐阿拉酒。3队呢，有一只篷船对偏湖来遮靠岸坐43个人。再有38担盐，7包薰草甲19只牛。6月13，风向多变，天空阴暗吼，乌阴啦吼。
有2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做62个人，载来95捆的粗纸、55担盐、295包薰草、12篮精米的灰仔、1篮茶米、100袋西宁、26袋米。6月14、15、16、17，透南风落雨的天气，有5只胖船对片湖来遮入港，合计做84个西南人，载有22只活的牛，甲1大批的丝瓜。6月18，透南风，真淡的天气。今仔日记录较长啊，看发生啥物代志。早起太阳升起的时阵，看见南岸海外小可远的所在停一只船，因此遂派阮的领工船出港。下晡，该领工船载着上级商务员 Thomas Brugel 转来入港，带消息转来讲，到遮的迄只船是避雷船，Pelican 号，是今年5月12号该动避雷船 Hillagarsburg 号航离巴达米亚，直接前来取代的。这2只避雷船所在货物大部分是胡椒、盐、镲、青菜等等的物件，总价值是255605毫吨。受到巴达米亚总督阁下赐期是今年5月11号来批以后，阮也知影讲，愿上帝怜悯吼。阮也知影即个互人伤心的消息，就是去年对巴达米亚派来台湾的避雷船 Dove 号和 Povis 号，一直到今也未出现。去年哦。即摆已经6月啊，去年的船驶到无去吼。阮当然咯，伫迄个年代，这应该就是拢沉去啊吼。阮深信这2只船和船顶所有的人员，货物拢已经遭难沉入去海底咯，应该你嘛知吼。不过迄只算古鸟吼，互人烦恼袂少，互人真烦恼的迄只船叫做 Marsland 号，经过真侪波折了后，总算平安转来到巴达米亚。该船去年对东京要航来遮，途中遭遇到强烈暴风，严重受损，以致到必须要航回东京。即只东京拢是讲越南吼。本来讲对东京要来台湾的款吼，然后如上述所对迄个这只拍毋对，所以看无吼。可能绕到去巴达米亚这里啦吼，然后如上所述对遐航往巴达米亚，应该是这意思。此外也知影讲。去年对即个北区出航前往几个所在所有公司的船只，拢已经航行顺利，大部分已经平安到巴达米亚咯。根据令人敬畏的总督阁下来批，本季将会有避雷船、绰号甲3桅商船，就3支桅杆的商船吼。阿姆斯特丹号经由暹罗前来取代，将会载来取代所需求的商品甲使用品。今年对暹罗要运输货物去日本的船是避雷船 J. Clund Lift 号和 Konik Van Pullen 号。当印度裔会特殊议员Wilhelm Verstegen 阁下这个 Wilhelm Verstegen 阁下下底有注脚写
1629年以助理前往巴达维亚，1632年升做下设商务员，1635年升做商务员，1645年升到上设商务员。同一年升任法务议会议员，1646年去担任日本出岛相关的馆长。1650年9月升任东印度议会特殊议员。1651年4月以特使身份出巡东京、台湾甲广南。转去巴达维亚了后，伫1652年1月被任命为法务议会副议长。即嘛就是这1651年讲伊是特使身份出巡到东京、台湾甲广南嘛，所以就是即嘛你讲的这吼，就是讲即个东印度议会即个特殊议员吼 ，Verstegen 阁下将会坐快艇 Delfshaven 号改动帆船 Catwick 号，该帆船将会比阮伫咧海南岛的船只，搁甲先对东京出航。作为巴达维亚当局派来巡视即个北区的公司状况的特使，将会先去巡视东京，然后来遮巡视福尔摩沙。总督阁下叫做 Cornelis van der Linde 和捌担任总经理的 Francois Caron 被荷兰的董事阁下调回去荷兰咯。Carol Reniers 阁下奉阮的命令，奉阮的主人阁下的命令和甲授权吼。伫咧旧年10月17号，又搁继任为东印度的总督。今年1月，今年正月啦吼，有11只归国舰队伫咧上述 van der Linde 阁下的旗帜甲指挥之下出航归国，所在号码正价总价值是2699991毫吨。愿上帝带领因一路平安。即间有较长了吼。6月19、22。风对南方吹来，天气温暖，派阮迄2只领工船出入航行去卸载佩里根号对巴达维亚所载来的货物。6月22，风愈动昨昏，天气晴朗，有2只帆船对遮航往西南沿海。合计坐130个人载去下迄个货物，127担鹿仔肉，130担咸鱼，6担虾仔粉，10担蚵仔干，17担福尔摩沙藤，37担糖水，10领牛皮，1担鹿腿，4担鳗，甲8袋家己要食用的米。3队呢有2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49个西南人，载有135担盐甲7担油。坐这2只帆船内的西南人真肯定来甲阮讲，因前来此地途中有看起一只荷兰船停伫咧边湖头前。阮咧约讲，迄只船应该是含佩里根号同齐航离开巴达维亚，前来此地途中被分散边头船 Hillegasberg 号。也有一只帆船对福尔摩沙南边来遮入港，坐5个西南人载来10担的茶、200片做糖桶的棒、60支小的木牛。也有一只帆船对此地出航，前往淡水甲鸡笼，坐9个人，载去60担盐、13担乌糖。10个铁花，1担日本的薰草，10包西南的薰草，60捆的山水甲3捆的粗纸，60罐的山水啦吼，甲3捆的粗纸。6月23号，风透西南风，天气愈动昨昏。今仔日受到安海
甲下门，甲下门省的下门，迄当中应该嘛是省啦吼。我们那些翻译的人来看，这是翻毋对啊，是安怎？好，今仔收到安海甲厦门省的最高指挥官官员国史赢一张来批，用来答复阮今年5月初5的寄去的批。伊国下伫内批里甲阮讲，伊闽港居民收税是延续自古以来的惯例，并毋是伊新创之事。8年前，伊的老爸应该是叫做地下就是地志良啦。官员李啊，4月16号是写做死啊应该是李爷死爷就是8年前，伊的老爸田志良官员李爷买着即个权利。现在即个权利转交互伊，迄时夫妇也通常拢必须先伫迄边纳税，然后才会当取得户口来遮掠鱼。但是自从迄当阵以后，迄寡夫妇当中有一寡人因为战争失散，因此伊户口别人来取代即寡人的位，并且即个意思啥？自从迄当阵了后，迄寡夫妇当中有一寡人因为战争失散，因此呢，伊户口别人来取代即寡人的位置，并且因为因散撤允准因来掠鱼1年了后，才会转去才纳税现在因来遮数年咯几落年，还毋转去纳税，因此呢，伊阁下认为讲，应该对迄边派一只旁船来收取上述的税等等，并且写讲，这是伊家己的权利，和阮毫不相干，并且认为阮对此事无知影真正的内情啦因此请阮释放伊迄只旁船。如果若毋肯释放迄只船，也无所谓。伊会去找迄寡夫妇伫西南的朋友、兄弟、某囝来还即寡税款和失去即只船的补偿，并且要写讲，我方的人伫个南澳靠浅的时阵，伊有外哩善待因，因此认为讲，阮和伊的友谊一定会坚固不移。但是无想到讲，阮为着遮尔微细的金钱，竟然爱来踢破即个友谊。好，如果阮毋肯珍惜此事，还阁要继续拘捕伊即只旁船，因为生理人就是华商和夫妇对伊更加重要，所以伊将会因此来蒙受辱甲损失。因此，伫即种情况之下，伊将会下令禁止伊属下所有的旁船甲生理人来通商，互台湾的贸易完全停顿等等。我读甲爱困的款，我毋知你读啥。有2只旁船对遮航王片湖坐39个新仔人，载有40担糖水、8罐后酒，甲搞得家己要食样的米。头前讲甲落长，就是头前这落长呀，就是电视讲回批互伊啦讲我方的人伫南澳靠近的时阵，伊外年善待因因此认为讲，阮和伊的友谊必将坚固不移。
但是无想到讲，阮为着遮尔微细的金钱，竟然要来跳破即个友谊。如果阮毋肯珍惜此事，还阁要继续拘捕伊即只芳船，因为生理人和渔夫对伊搁较重要，所以伊将因为安尼来蒙受羞辱甲损失。因此，伫即个情况之下，伊也将要下令禁止伊属下所有的芳船甲生理人来通商，互台湾的贸易完全停顿等等。第二只芳船对遮航王平湖坐39个希腊人，载有40担糖水、8罐阿拉酒甲9袋家己要食用的米。以上6月23啦吼。我是可能是爱看无你讲啥。互我休一下。看一下笔记。无写什么。OK。6月24吼，1651年6月24，透西南风，天气真热，有3只芳船对平湖来遮入港，合计坐51个查甫甲3个妇人人，只敢若载沙当作地床门，还有一只细只弯坎船吼，弯坎 WANKAN 吼，对遮航往平湖。坐9个希腊人，载有3罐阿拉酒、15担糖水、3袋家己要食用的米。阮利用即个机会写一张批去互便队船迄个 Garsberg 号的主管。根据希腊人传来的消息，该船伫本国月22号已经到平湖伫遐停泊。批里命令伊爱尽量较紧来遮南岸停，就是伫台湾遮南岸来停，以便来用阮的领港船落大部分的货物了后。来急早来入港，然后一只芳船对巴达米亚来到遮，是由几个希腊生理人对遐派来处队，坐19个希腊人载来下日的货物，27 laston， 27.5 laston 的米，半 laston 的绿豆蔻粉，4担棉花甲33担胡椒。6月25。6月25吼，风甲天气如同昨昏，中岛便队船霹雳根号出入港来即个城堡下面停泊。迄只船要去调换便队船，迄个 Garsberg 号的希腊人的芳船也转来遮入港。这写啊落落长是讲有迄只希腊人的芳船啦吼。转来入港啦，即只芳船是为着要去化迄只，就是要甲迄个 Garsberg 号要甲伊叫转来台湾遮吼。因为惊讲有海贼吼，因此伊毋敢转去平湖。6月26，透南风，天气晴朗炎热，有一只大芳船。摕到总督国海的通行证，对巴达米亚来到遮，是几啊市民对遐所派来。载有59个希腊人，载有下日的货物，38 laston 的米，5.5 laston 绿豆蔻粉，就是绿豆蔻的粉，这是啥？好，1490捆巴达米亚的藤，21捆的木香。130领水牛皮，3担棉花12篮，穿做 RDS 的粗衫，粗布做的衫啦吼。2担加油拉古是一种
会当做药仔用的茶和19担半的胡椒，有2只芳醇对皮肤来食入港，合计做31个鲜仔人，再来15只牛甲4只山油。6月27日8。风也是一直对南方吹来，天气良好。因为旧年城北佛罗摩萨春社的北上，有真侪人已经有一段时间宿厝来遮陈述因城北遭受到极大损失的情形，因此来请求公司小可留仔甲因减价，以免因伫即个艰难的时期完全来破产。因此今仔日，因为几个重要的原因甲考量，伫个佛罗摩萨议会里决议，阮将会减收北商林北介绍的5%，详情会当参阅决议录有关的记载。也决议讲，以后公司收买佛罗摩萨的糖以及此地居民收买其他的物件，拢将只敢若用大秤来称。这种秤一担是定做126.5荷兰磅。这种秤一直到现在称作精油的秤。这应该是荷兰人叫法阮也利用这个机会，搁再一次来研究参详大官国姓爷对下门所寄来的回批内容此事本国月23号已经记载，决定要释放即只来收受的芳醇以及船顶的人，但是不准该船装载任何的商品，爱空船转去，并且爱写一张批去予国姓爷讲，阮即斗所是出在伫特殊的友谊，甲释放迄只被拘捕的芳醇来献予国下的。但是如果以后阁有即种代志的发生，将会以完全无同的程序来处理咯。又搁因为传道Hans Ohoff长期判病了后，如顶头所讲，已经伫个今年5月30号过身去咯，已经要1个月啊伫迄个广大的南区，无阁有一个政务主管，就无法度通管理咯。因此也一直决定要派商务员 Cornelis van Dam 去担任这个南区政务员的职务。伊被认为是特别适合伫这个工作的人，而且现在此地友好的贸易萧条。伊大可放下这个工作，伊将会伫最近的时机对此地移徙去该地。该地是啥物所在啊？又搁因为上级商务员 Thomas Brugger 先生已经伫本国月18号坐边轮船 Pelican 号对巴达比亚来到遮。按照总督阁下的命令，要来担任这个佛罗摩萨岛的收务官，因此今仔日伫议会里宣读伊的任命状，并且命令伊宣誓效忠以后，就要以通常的礼仪郑重来宣布伊的上任。有一只芳船对此地出航前往偏湖，坐29个人。29个新人载去6担糖水，1担的糜，6担后辣酒，5道家己要食洋米。下晡边对船 Pelican 号来外口站桥，要来落对巴达比亚所在村落来号语。6月29，风甲天气如同昨昏。因为要去边湖调换边对船希拉加斯伯克号的迄只新仔人的芳船，如上所述，
已经伫本国个25号中途接还处的应该转来台湾因此今仔日就派阮的领工船载着新的命令航往皮湖，要去命令该皮底船尽量较紧航来遮停泊，因为台湾即正欠物资啦无必讲的有下日的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做194个查甫甲3个查某。再来看有一寡基本常识歹势，我头壳对煞袂记对煞要讲嘛袂记啊。有3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做194个查甫甲3个妇人人，载来115担盐。753包薰草，35捆粗纸，38个铁袜，6包空眼布，252捆的茶棒，31袋西菱，5篮的粗灰仔杯，32袋抹布，200个糖罐，甲3000袋虾。好，6月30，6月最后一天敢搁继续你写讲。好，6月30，透西南风，天气晴朗。今仔日含昨昏相像，无用伫甲即个霹雳根河顶头的物件甲落来。今仔日也有7只篷船对遮航往西南沿海，合计做439个西南人载去下日的号码。486担鹿仔肉，285担咸鱼，131担蚵仔，36担虾仔，224担糖水。2担鹿骹，48担福尔摩沙丁，9担的鹿仔肉，10担的肉豆苦粉，11担的麻，2刀的木药，78担鹿骹甲2担船含54担家己要食用的米。1651年6月读煞过来是7月。7月后回再读也好啦，因为我读到爱困，毋知你读啥。好，看卖来，无啥物通。无啥物笔记安尼咱今日读到遮，咱来归房咯爸比。好，多谢阿关，多谢大家。多谢。